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3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今日看今日新闻重点：国会这款修法复议也无过，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是指控拿北扩权违宪，讲一定赶紧申请释宪。今上届热云林岛南升到38.5度，后礼拜因为太平洋高压继续吹过来，各地天气会愈来愈热。以下冲突团讲有以色列官兵开枪拍巴勒斯坦人，甲别个眼睛挂顶头掠走，军方表示会详细调查。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国会这款修法的复议案。你看伊表决无过，民进党党团总调郭建明今日是提出释宪声明书，讲会赶紧送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批评民进党干那会晓甲人抹红，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嘛同款批评，讲赖总统家己识三大委员会，这就是扩权。一个甲支持者第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23透早到高雄为第三届国会改革说明会宣讲，因为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等人批评南北两党是伫配合中共演出。朱立伦应民进党换这位讲的甲做的都无共。林右昌不要忘了，你们这些前辈们都说，如果再讲违宪，再讲抹红，再讲所谓的配合北京，那真的是太堕落了。南北立委联合推萨国会这款法案，那为罗志强爱大法官卖做民进党的顾问狗，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批评恶质，乌白敬体，提已经传好的释宪申请书，强调会赶紧送出去。林世明昨天也讲过嘛，他说大盘要瑞大，我看呢就预算予以删除，这极尽恐龙的威胁嘛，代表什么？他们知道自己违宪嘛，很怕释宪。郭建明批评南北对抗宪法大法官，都是伫做中共的附随组织。面对扩权危险的批评，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呛赖总统，伫总统府成立3个委员会，才是扩权，加制造对立。你要成立3个委员会，好，以后谁要决策吧？决策是谁做的吧？那谁要负责吧？这个先讲清楚你到底要怎么运作？你成立委员会是要做什么？若是民团发动青鸟行动甲民代罢免日，传出国民党团按算修选罢法，提高罢免的条件来反制。朱立伦表示尊重党团的决议，若是民众党是毋是赞同，郭文哲暂无表态，强调以民生法案优先。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金门钓客出海掠鱼，说因为伊军人的身份去中国靠超过3个月，加上今仔是去到泉州甲探视。伊的老母嘛表示，目前伊人真安全，好政府赶紧甲中国来协商，让因后生赶紧回来。我们今天去是看到儿子，他们把他照顾得很好，那我们家属就比较放心。希望说回来的时候，希望说政府能够注重这件事情，能够说赶快把那个渔船那个0214的事情赶快把它处理好，因为将心比心，你们处理得快，儿子就回来得快。加消息表示，因即届过去甲中国迄边讲差不多2点钟，对方也是毋讲当时才要放人，所以嘛呼吁政府针对正前中国渔船的并船的案件，赶紧来协商解决争议，互人早日回来。继续来看中国的唱水艦，前一阵走来海峡中线附近，但个有渔民讲，顶礼拜4有看到一只中国的飞船驱逐舰wat来，佮讲这毋是第一届看到啊。为着要应对中国威胁，今年咱的汉光演习嘛拍算要取消表演的项目，嘛无要彩排，强调随机应变，要加强咱军伫咧战场实战的能力。远的海面上有一只军舰，20透早，澎湖渔民看到舷号153的强军西安号飞弹驱逐舰出现伫澎湖传统渔场南侧海峡，也就是俗称的海峡中线。我都西上北啊，我快西上北啊，伊若摆我来到，我就袂惊。会比较担忧啦，因为不小心一触即发。顶礼拜才有强军0940型飞弹核潜舰出现伫金门下门水道附近航行。这礼拜又有西安南湖渔民看到，毋能赶紧驶离开，闪避也强调，毋是头一摆看到强舰出现伫这个海峡。加上各台办才大动作宣布，要严厉整处台独行为，继续对台文攻武吓。国防部也公布上新查到强机15架次，强舰6架次，伫台海中线以西、归人外海、加孤兰皮外海，对台停歇3边包机进行。今天绕台军演20架。
明天的绕海军演你是不是要30架？其实中国的经济体很大，还是经不起这样大量的军事消耗。用军事手段来威胁敌方，会有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而且会递减得很快。共军动作真急，不过专家分析，出动力量有限，为了应对中国威胁，年度汉光演习也伫7月2日登场，连续5天，恐怖的取消表演性的电视性科目，也被有事情的有演甲有效，并且强化下定战的目标，将是上瓦军实践的一摆演习，减轻国军不必要的负担，形式化的业务，强化实战化的训练跟实战化的技能。对台海紧张的关系，传出美国最近有2位国务院副总卿来台湾参与会议，那甲外交部长林佳龙见面，也甲驻台外交官员的会谈，讨论因应中国误解联合国第275号决议，强调275号决议无干涉台湾，呼吁国际无应该就此排除台湾的参与。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花莲林河大清水放山，海钓新自强号火车败马，事故车厢按算要送回去原厂来修理，不过这零件拢要对日本来叫了，也唔知影当时才会当修理好势。因当地观光业者是搁再甲政府来喊声，讲若连一个铁路安全都无在调解决，日后恐惊是无旅客敢过来佚佗。礼拜早起也受一寡旅客要坐车，受土石流影响，一度单线通车的河林到总德段，虽然伫拜六下晡已经畅通，不过考虑行车安全，西正线列车会以30公里慢慢通过，上行列车有可能会慢5分到10分。他们应该安全了才给我们通行。对，天气很好的状况下，我们会带小朋友来。没有交通就没有观光，这样子的意外已经让我们现在已经面临到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地步哈。行政院决定，交花莲旅游休大补助部分比价率拢是1000块，因为代替土石流事故提前到6月24日。也过花莲旅宿业者讲，订房率1万增加，因为甲铁路安全有真大关系，希望相关单位加强安全的管理。这摆互土石流冲击受损的事故列车，代替初步检视，第一车厢车门歪去，第2、第3节车厢连接器凹断，要求会甲列车送到机务端，由原厂列入技师进一步来检修。在台东跟七堵都有日立的这个技术团队在，所以必须要依照这个我们的段里面，他们才能详细的检查，详细检查确认受损的地方。另外，行政院要求代替重新检测边坡过境系统功能，代替讲2481会邀请相关单位到这摆议员现场会勘，对着溪水土石一捞出来，按照甲现有过境机制来结合，是不是另外有专人监测汇报，会进行专案会议，并且提出地中长期改善报告。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解决国内即马欠工，劳动部即马讨论要取消交挂学生点数评分申请的制度，还有留伫台湾就业分配名额上限，嘛要放任相关的技术条件，开放交挂学生来做饭店拼房间的房务人员。不过业者是有无共意见。房务员订单整理甲真清气，不过旅宿业疫后工作人力严重不足。即马劳动部伫研究放宽交学生毕业会当留伫台湾的限制，其中一项就是开放交学生做房务员。只是开放清扫房务的这种人员的话，对于现行在这边就读大学以上学历的侨外生，我觉得吸引力当然可能没那么大。面对旅宿业欠人力的问题，中央设3万至3万3个月薪加相关技术条件的方向，互交学生会当互旅馆请做房务员。不过交生分析，交学生无一定介意，业者嘛有无共的看法。台湾的年轻人几乎都不做这个工作啊。那外国的那个学生的话，我们是觉得乐观其成啊，这绝对有帮助啊。台湾的薪水又不是高过很多国家，那如果你开放这个部分，让他们有工作权的话，也不可能侨生会同意的。但是我认为，单纯开放房屋的部分是非公办。按即卖做法，交学生想要留伫台湾就业方法之一，就是工作性质有专门技术性，薪水达到48000，安尼就符合条件。若无就要依照评点制，伫学历、薪水、工作经验这项目有达到70点。不过，这个制度还有配额限制。接下来会在讨论的方向就是旅宿业侨外生的部分，另外一个是把这个配额
是不是要把它取消掉？劳动部考虑取消配额的限制，留用优秀的交外生，加人才留伫台湾。因为国内各行各业拢欠着欠人的问题，补足人力嘛是目前赶紧爱做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因应美中局势，全球供应链的拔线，印度是发出印度制造要取代中国做世界工厂，嘛有愈来愈侪大商去印度考察，准备要设厂。印度大商总会4月底拄则伫咧印度开设。也代表讲，咱台湾投资印度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以下7点半，台湾技术部台语大记者就要带大家做伙来去了解咱台湾人伫咧印度打拼情形。印度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全球第5大经济体。遮尔大的类似市场，加上全球供应链搬线，印度正做世界的焦点。今天是我们台商印度总会成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仪式。未来我们在印度能够有一个大家台商台湾的公司来投资来这边生活，能够彼此沟通的一个平台。印度大商总会成立，台湾投资印度进入新的时代。大商伫印度投资达到46亿美金，大约250间公司，创造17万个就业机会。So India being a growing economy and with aspiration to become thir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we would love to have Taiwanese here to push India to the $5 trillion economy. 对镜头来到南印度，这是班加鲁鲁，这是全印度科技业带头的城市。人讲是印度矽谷。目前伫印度的大商无多啦吼，那伫其实很分散啦。伫班加罗遮，我目前的商会的会员嘛才20几间啦。不过陆陆续续来找我的，来拜访我的大商，超过200几间。这个全球人口上济国家，印度基础建设长力发展，不过速度敢对得到经济发展的需求。这关系到大商来到这所要面对的问题、考验甲挑战。记者由真林昆明印度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不断，今麦传出讲，有一个巴勒斯坦人伫咧西岸城市去互以色列国防军开枪拍到，佮无爱家叫救护车，绑伫咧引擎挂顶头，直接甲掠走。以色列军方嘛承认讲，这种行为确实无适当。已经开始咧调查。影片内底当看到救护车搭咧甲军用车会车，也毋过详细甲看，煞有人互绑伫军用车的引擎面顶一路向前开。以下冲突爆发了后，除了严重的人道危机以外，暂时阁表示以军不动对待巴勒斯坦嫌犯。以色列军队伫伫约旦河西岸城市铁林执行逮捕行动，抓到一名巴勒斯坦嫌犯穆贾希德。抓捕的过程因为有开枪，造成嫌犯受伤。فتحوا الباب بلشوا يطخوا يعني اول ما كانت واضحه خلاص جينا نقوم مجاهد بكى يعني راح ما ينفذ بس كان طخوه بدريه وطلع ورصاصه بيده。嫌犯受伤了后，家属要求叫救护车送病院。不过以色列士兵却把嫌犯绑伫军用车的引擎挂面顶带走，途中共有2台救护车经过军车。قعدت تقريبا ساعه ونص ساعه واحنا كله بدنا الامبولانس، ودينا الامبولانس احنا، بعديها برضه بهيك ربع ساعه ردنا ننزل جبين فاتن هنا وقالوا لنا لفوا وجوهكم ما حداش يطلع، حطوا مجاهد على بوز الجيب وضلهم طالعين فيه。对此，以色列军方表示，伤患已经接受医护人员的治疗，不过士兵的行为违反军方的行为准则，已经对此展开调查。以下冲突到暂时就要满8个月，以军日日空袭加沙北部的加沙市区，包括8个历史真久的难民营之一夏提难民营，连加沙市内的塔法区、卡吉区嘛受到攻击，造成至少42个人死亡。马哈冲突到暂时累计死亡的巴勒斯坦人数超过37400人。国际新闻台上朋友。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全世界温度是愈升愈悬。今年到今已经有超过1000人热死，其中上介济就是去圣城麦加朝圣的穆斯林。这信徒大多数拢是去参加旅行社的团，却因为摕无正式的朝圣许可证，就去互旅行社等伫咧半路。
埃及政府嘛宣布要撤掉16间旅行社的经营许可证，讲要为百姓死亡来负责。气候暖化和全球真济国家受到小影袭击。美国西部几6个州发生大规模的野火，全美国真济城市拢发布高温警告，差不多有1亿人受到影响。墨西哥为3月开始，已经有155个人因为高温死亡。过去1礼拜，就有30个人热死，至少2500个人得到高温相关的疾病。沙特阿拉伯卖家的条件活动，因为温度达到51.8度，有为10个国家内的差不多1000多名朝圣者死亡。有大约6成的死者是埃及人，其中超过9成的死者是透过旅行社用个人的签证安排沙国的条件旅行，无向沙国当局登记参加，和个人旅客必须要用行的经过沙漠进入卖家。埃及当局在当地2日宣布吊销16间旅行社的经营许可证，这项旅行社无替这条件游客安排适当的住宿甲医疗援助，要替条件民众的死亡负责。WMO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显示，未来5冬以来有86%几率会有至少1冬的气温超过2023年，创下历史上热1冬的纪录。甲工业化进程的气温相比，全球平均的地表温度增加1.3度。我是新闻台童朋友。无记出头天，台湾科学教育馆因为讲因最近有接到真侪民众来探问讲，敢有台语也是客语的导览，所以即马嘛是第一届来安排用台语来讲芳的生态。有家长是认为讲用台语来讲生物、讲科学真有意义。科教馆嘛表示会阁继续办落去。来架手是同啊芳，倒手是共芳，你看大细。就无共对吧？老师用台语解说芳的种类，这是国立科学教育馆用台语小解芳的活动。带囡仔来参加的家长讲，真侪生物或者是科学方面专门的名词用台语是定定唔知影要安怎讲，所以感觉安尼的活动真有意义。囡仔嘛透过亲自去体验，对芳有更较侪的熟悉。毋过我唔捌几伫食过迄个啥，迄个芳树内底食乌皮来吃，就好耍的啊。就罕得看到，所以即摆等开放报名，我们就赶紧抢，赶紧报名。是较专业的部分，阮希望互囡仔知影，咱台语嘛会使学到足侪专业的知识。科教馆对3年前开始开放厝顶的花园做生物多样性教育，即个伫民众的要求之下开办芳的台语导览。负责解说的芳类保育协会理事长讲，伊嘛是第一届用台语讲芳，为着安尼，佮家己去研究一寡芳类的台语。虽然讲了无认同，但是感受到甲民众做伙学习的趣味。也若是专业的知识方面，伊讲导览上主要是要互民众了解芳对人类的重要性，以及甲民众好好甲芳来斗阵。亲像咱拄啊，咱介绍的时阵，足侪囡仔伫边啊，伊咪芳嘛足乖啊，所以后届有想像家己讲边啊有咪芳的时阵吼，伊做工课搁好，莫去想着讲爱用啊去抓啦，拢卖啊。一般甲科学有关系的活动，侪台湾人是习惯用华语也是英语来表达。科教馆讲，亲像这款台语、客语、顶本土语言的导览，刷落会继续办理，欢迎大家做伙来用母语学科学。记者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那讲到海菜对生态来讲，有减少油氧化，袂互水变浅，卖互有氧气的功能，可会当提供水生动物生态空间。因海菜摕来食嘛，真有营养的价值。嘉义县五股湿地生态保护协会就咧办环境教育课程，要大众更加了解饲海菜这个行业。大人甲囡仔坐塑胶牌啊，伫溪内底收海菜。嘉义县五股湿地生态保护协会配合海洋保育署伫环境教育的院啊，举办渔业环境教育的体验课程。要互民众来入捌什么是养殖海菜？是这款海菜，伊免去抽地下水，伊用少量的海水就让吃。所以阮是把伊变成是商品，还是活动，还是课程、游程，互愈侪人来参加，互台湾足侪人知影，伫嘉义才有咧饲海菜这个产业。袂歹，足新鲜的，爱当熟悉一寡海菜知识。五股湿地生态保护协会表示，养殖海菜生态可会当净化水质，对环境真有帮助。为着要让地方知影友善环境的好处，课程佫邀请专业的老师来向在地渔民分享安怎透过友善环境来发展渔村甲渔业。因会使开始去讨论，开始去大家做朋友斗阵，
去想看卖啊有啥物方式会使学互因的方法较省钱，甚至较省工、较紧会使发展。协会表示，台湾高抗养殖业需要饲料，所以要带动这海菜养殖发展。但是因为高抗养殖白痴，嘛互5个养殖海菜豆豆无去，透过体验活动的课程，要让民众重新来入捌海菜，嘛希望替地方找到渔村发展的目标。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8度到36度，中部地区27度到35度，南部地区26度到36度，东部地区26度到34度。高岛地区27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志坚，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